請先由正方主辯發言，嘅發言時間為4分鐘，準備好可以兩計。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友方同學，大家好。香港今日辯題香港舉辦冬奧運動會利多於弊。香港繼協辦奧運馬術項目之後，將於本年12月5至13日主辦冬奧運動會。第5屆冬奧運動會將舉辦23個運動項目，共1700項比賽，為9個國家地區超過3000幾名嘅運動員，建立一個運動嘅參競賽平台，一個國際性嘅競賽平台。保守估計有1萬人下參與。項目投資達2億4千萬，由政府各方去贊助分擔。大部分花費其實已經喺翻新興建場館、場地設施、職員嘅開支上面，共創造2000幾個臨時職位，支出亦直接貢獻喺社會之中。今日嘅辯題，本港推行冬奧運動會利多於弊。首先，我想定義一下利係指乜嘢呢？我哋認為利係指呢一項活動，香港舉辦冬奧運動會，對本港整體得益係有利嘅，呢種係利啦。而弊咧就被定義為係呢一項活動當中有啲錯誤嘅決定，有啲不足，而損害本港現有同已有得益。從本質而論，舉辦國際性運動會對主辦城市其實有積極作用，好似京奧、多哈運動會其實已經話俾我哋知呢件事。從籌辦運動會嘅建設、採購、物流，不少投資已經為香港本地經濟帶來利益。首次舉辦國際性綜合運動會，曾德成局長曾經勸勉我哋要以義工嘅呢種義工精神去籌備。我想講大家我哋已有嘅弊處，喺財政預算上面，我哋早已預料有84億嘅赤字，冇辦法，呢個係義工精神。場館因為翻新辦比賽而損失原有出租場地嘅收入，歷屆參賽者知名度不足，未必好似京奧、亞運咁嘅樣，可以提實有好強嘅國際號召力。我方承認上述不足，但係如果因為賽事有限經濟直接收益，而就話呢個項目對香港唔係利多於弊嘅話，我哋好難接受到。而呢個解釋將會由我哋一方解説。舉辦冬奧運動會帶來多項利益。第一，提升本港區內國際上體育國際都市嘅形象。2，為未來舉辦大型國際性項目提供條件、經驗，甚至係一種借鏡。3，吸引旅客訪港。4，改善地區體育資源，提升質素。5，推動普及運動意識、體育精神。以上例子其實有早期同埋前期啦，即係比賽之前嘅呢段時間咧，得益啦，甚至有啲後期嘅得益，將會由我哋兩位副辯去作為大家解釋。上述利益考量，由05年開始，有關部門已經推出各種嘅宣傳活動，例如徽章、吉祥物、主題曲，甚至口號嘅創作比賽。呢啲比賽目的係邀請市民、邀請同學、邀請各方參與呢個活動，參與一齊去搞呢個活動。而且喺上屆冬奧運動會舉行之中，我哋仲舉行咗香港之夜活動，宣傳展覽喺本港，喺香港公園體育館有09年冬奧運動會展覽廳籌本嘅演唱會，學校運動教育計劃有講座、研討會、展板，一方面推動08京奧，另一方面仲要係承接呢種熱情，話俾大家知參與我哋嘅冬奧運動會。各區其實已喺上年10月完繼京奧之後，完關一個冬奧運動會嘅宣傳環額。隨住左輪右理體最近嘅推廣，緊接着喺5月，我哋有第2屆全港運動會聖火傳遞。舉辦冬奧運動會對全民運動意識、促進運動，甚至對本港國際有實質嘅效益。所以今日辯題理應成立。多謝。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08秒，無需扣分。現在請反方主辯發言嘅發言時間為4分鐘，準備好可以讓你試試。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啊！承接有方同學所講，香港能夠舉辦今次嘅冬奧運動會，實在係一個千載難逢嘅好機會。如果政府配合得好，宣傳做得夠，又或者配套做得夠嘅話，更加可
運嘅過程裏邊咧，就犯咗以下嘅兩大錯誤㗎。第一，有班同學好理想化咁認為香港有機會承辦呢一次嘅東亞運，就可以促進咗本港嘅體育發展，而且可以藉住呢一次嘅機會，提供多一個國際盛事嘅大賽俾香港嘅運動員去參加，再移伸展到提高市民對運動嘅意識。但我哋停一停先，根據香港調查局嘅顯示，有30%嘅香港市民根本就唔知道香港承辦今屆嘅東亞運喎。呢個恰恰就證明咗政府投放大量資源去宣傳嘅效用係根本唔高嘅。另外啊，政府對運動界投入感又係咪真係咁高呢？花費13億翻新同埋去興建場地，去請義工為運動員打氣，原來為嘅並唔係咁喎，原來為嘅只不過係去沖餐場面，原來只不過係政府自欺欺人嘅其中一種手段咋。而今日要比較辯題中嘅利弊兩頭，首要嘅就係了解其核心嘅價值啦。舉個例子啊，劇集嘅主角就係演員，運動會嘅主角當然就係運動員啦。所以舉辦運動會應該以運動為本，並唔係好似有方咁本末倒置，主次調換以利益為本。我哋而家見到嘅係乜嘢啊？我哋見到就係政府一方面使大量嘅錢去做宣傳，但完全就冇投入另外額外嘅一啲資源去運動員身上，提高佢哋嘅培訓喎。有方同學嘅政府只不過係集中去點樣去揾贊助，點樣去填翻呢啲赤字，忽略咗運動嘅需要喎。呢一個弊，你所有嘅嚟得深，傷得痛。請有方同學三思而後行。可能大家仲係唔係好明，但係容許我再舉多個例子，維港巨星會。當年是因為沙士，香港嘅經濟咧就下滑咗，所以政府以維港巨星會，希望將會帶嚟香港其他嘅經濟收益。呢個就係佢嘅核心原因啦。無可置疑，呢個核心原因無可置疑地係涉及咗大量嘅商業成分。我哋試下將維港巨星會同東亞運做一個比較啦。前者嘅主題係帶動本港嘅經濟，所以我方並唔介意佢係以利為本。但係相反，運動會嘅核心價值據原意嘅目的係促進咗本土嘅體育發展。以東亞運嚟講，我方係唔否認當中係涉及咗少少嘅商業成分嘅，但係港府只係集中喺商業層面，完全冇理會到任何有關體育上面嘅嘢，而冇了解過咩叫以運動為本啊！與其政府想藉住東亞運嚟帶來其他額外嘅經濟收益，不如再搞多次維港巨星會啦。相對上面資源用得較少，又可以帶動本港嘅經濟，何樂而不為呢？第二，有方同學舉咗多項因為東亞運動會為香港所帶嚟嘅商業利益，例如振興本港嘅旅遊業啦。有方利用呢啲嘅數據去描繪呢一個假象，作為一個順水推舟，硬係要講到金融海嘯嘅影響之下，為香港嘅經濟打返支強心針嘅。但係我方見到嘅係乜嘢啊？政府周圍去撲水，周圍揾贊助，周圍去揾人去賭錢出嚟起呢啲唔符合資格嘅場地，去修整呢啲場地原來唔合乎體育資格嘅話，可以見到政府對運動嘅知識係相當之貧乏同埋無知嘅。呢樣嘢對於我哋嚟講實在係諷刺啊！由政府一開始就係以運動為本呢個核心嘅價值，變成商業化，當係一個任務咁辦，完全偏離咗體育嘅宗旨。冇錯，我方都好承認金融海嘯對香港有一定嘅影響啊，但係政府又必須要政府真係有必要去振興本土嘅經濟。但係最令我方百思不得其解嘅就係點解有方同學要以運動為本嘅精神作為資本換取利益呢？最後，如果有方同學仍然要同我方討論利弊嘅兩頭，請先循其本，以真正嘅衡量標準運動為本，同我方繼續討論。亦促請有方政府唔好再以東亞運為任務，為求完成就馬虎了事，只係撲水去填氹，將一切商業化。而家我將交由身邊嘅一副同二副，為大家從政府嘅投入不足、場館設計同埋運作模式，向大家披露事實嘅真相。多謝各位。時間為4分10秒，冇過時無需扣分。